各位老友，咪俾甜言蜜語沖昏頭腦啊！今日同你哋踢爆相親同聊天 APP 嘅 AI 大龍鳳，以為遇到高富水、白富美、醫生、律師，隨時同個鍵盤俠談情說愛啊！仲要倒貼2個月俾紅娘買白金套餐啊！下面嚟踢爆一下相親 APP 嘅套路。第一招 AI 扮情聖，乜嘢中大博士、單身靚女，全部係生成 AI 嘅人設嚟噶。第二招眼淚攻勢，個個都話有童年創傷，屋企人住院，仲要扮晒同情，氹你買1888會員套餐。第三招假視頻，用變聲器換臉軟件嚟同你傾偈，分分鐘對面坐住係一個50歲嘅大叔啊！黃生，你緣分到啦，有個女仔大學老師話暗戀你喎，佢話中意你嘅肚腩夠大啊，信佢半句，你棺材本凍過水啊！某平台30%嘅優質會員都係臨時工假扮嘅，仲要係時薪25蚊嘅大學生。依家教大家5招，防止點樣俾人套路。第一招視頻驗屍，要對方實時攞今日報紙俾你睇下，防止對方係放視頻俾你睇。第二招學歷照妖鏡，如果佢話喺乜嘢大學讀緊書，你叫佢直播圖書館俾你睇下啦。中山大學定東莞職業技術學院一眼睇晒。第三招童年測謊儀，連環問佢小學叫咩名啊，小學班主任係乜嘢名啊，3次都唔回答，佢應該就係 AI 生成噶啦。第四招定位跟蹤，約行山即刻開位置共享，睇佢敢唔敢着登山靴現身。第5招銀紙試金，叫佢轉1蚊雞過嚟，咁樣你就可以睇睇佢支付寶個實名啦。重點嚟啦，如果對方又同你講以下3樣嘢，隨便一樣嘢，你即刻拉黑佢啦。第一，投資加密貨幣；第二，借故要驗證碼；第三，屋企人病咗又要借錢，即刻拉黑佢啦。記住，用相親 APP 或者聊天軟件，你要好似福爾摩斯咁醒先得噶。如果唔係，份糧隨時俾人呃晒啊！如果叫你先俾錢嘅緣分，9成9係賣豬仔噶。如果你親戚或者朋友喺網上識咗啲律師啊、醫生啊，但係又未見過人嘅，你認真要提醒下佢啦。費事表姐為咗個假醫生成層樓抵押埋啊！好啦，今期就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期見。